谁想得到啊，下楼丢垃圾捡到邻居不要的帆布袋，破成这样我差点没认出来还是雕牌，看着还有地方是好的，我立马决定那回工作室看还能怎么变废为宝。刚好闺蜜3胎之后准备重返职场，正愁不知道背个什么包通勤，可以用裤腿余料改个专属新包，到时候一定非常时髦好看，也算是我的一份心意。原本的布料所剩不多，参考了10几位老师傅的意见，结合闺蜜平时的穿衣风格，我觉得一只个性的贝壳包就特别合适，刚好也是她一直喜欢又舍不得的。没有磨损的部分我尽可能都保留，配皮也选择进口的金色小牛皮，除了防水耐磨之外，还会随时间变色，增加独特光泽。朋友们改包不仅仅是技术活，也是体力活，我必须熬夜车缝加急来完成好。朋友们，当你们看到这，我已经很久没怎么合眼了，如果能有个鼓励的心，让我知道还有人支持手艺人，这样就够我开心好久的了。经过漫长而细致的车缝，终于用心改的包包就完成了，你们觉得这次改成功吗？